544。唔係喎，呢544係前身包裝咩？我唔知啊，但係好少啊，我哋544係前身包裝，我都係蠢。咁啊，有少怪怪地，因為544好似係前身包裝，係啊，咁好似怪怪地嘅。我記得544前身孖車，所以應該係前身孖頭裝。除咗嗰幾架，我記得有好幾架係前承孖頭裝嘅前身孖車，都係12米。喂，我記得有5218、5840、5841、5842同埋5843，我記得。不過咁我呢幾架車有啲怪怪地嘅，好似咁個5842好似唔太對路。嗰陣好似記錯咗喎，嗰幾架好似係5218、5840、5841、5842，唔係5841同5844喎。哦，原來呢5架。都唔講咗咁多嗰陣，544。我而家搭緊就係544喎，咁色位假嘅色位。其實我話，如果你達到5218行將嗰個區路線嘅話，就覺得佢應該叫真色位，因為5218轉咗前程貓頭裝之後就冇行將嗰個區路線啦，反而行咗架788。佢轉咗前程貓頭裝之後，應該好少行 TKO 區路線啦。我知道嘅，佢就係得 X797 大難路事故，我就淨係知道。你嗰支 X797 大難路事故係咩啦？唔知啩，咁俾你上網查一下。我同你哋肯講啦，X797咧大難路事故咧就係咧，成班總機經理咧親自駕駛咧，啱啱換上前程貓頭裝不耐嘅車行 X797，結果咧遇到一大批巴士迷啦，就去咗條路中間阻住個巴士，所以我就話大難路事件。事發後咧，嗰度冇得通行啦，嗰度。不過就係咁咯，唔係話個老師話其他將個區路線㗎，所以佢入將嗰度應該話係真色位，因為5218好少入㗎啦。而我哋而家搭緊嘅544咧，其實係好常入 TKO 嘅。
睇下左邊呢條路線牌先，俾大家揾一下有冇啲咩與眾不同嘅路線。相信大家可以揾到2條與眾不同嘅，都唔係3條。嚟公佈其中一條答案先，就係 N691。陣間會分別喺 TKO Sport 同埋嗰個佛教城市嘅公佈再公佈一個。嚟到 TKO Sport 仲有一條就係93M。最後一條咧，如果按照路線編號嚟講嘅話，佢應該唔係屬於唔係服務將軍路嘅。佢應該係服務其他區入將軍路嘅。呢條路線咧，我都唔太識呢條路線嘅，其實。不過唔講咗咁多啦，相信大家而家已經見到一架鐵甲，即係 NV500，叫做後邊冇一個 MMC。NV500咧係一條鐵甲嚟嘅，而 MMC 咧就係 NV500，MMC 就係亞歷山大巴尼斯或者舊頭。唔講咗咁多啦，然後咧仲有一啲，比如話富豪 E9TL 替版，如果上次中嘅富豪 V8L 即係521326580啦，嗰個咧係嗰個咧就係鑽石，即係富豪 V8L。就係呢架啦，呢架車嘅車標係 T46。我頭先咧向左一睇，我上咗總快入邊，見到有一架富豪 V8L， 同埋一架龍運童裝 NV500 MMC。其實我上次咧喺呢個位俾某頻道影到，嗰個頻道嘅名咧我都係唔公佈，相信之前你應該聽過我講㗎啦。如果冇聽過嘅話，咁請先訂閱我，然後咧再去我個頻道入邊咧睇我之前影過嘅793等行車嘅片。我難食，超級難食，我覺得難食。真係難食。我食過。我食飽。你睇都瘦咗，你個塊面面大啲定係咁好瘦啲？
你左邊啊，或者嗰邊有包嘅嚟㗎。佢係唔可以搣大，我真係含咗嗰啲人即刻幫人哋咩嚟講？佢係 fast spread 嚟㗎，fast spread 呢個咧，個噴啲嘢出嚟就會冰嗰個做啲咩嚟㗎？嗰個 power 係咩嚟㗎？時間已經過咗11分鐘半。落地下。目前位於佛教自然小學前邊嘅燈位，啱啱綠燈。放學高潮，而家正正放學前，所以好多人落車。落車中。OK，咁我哋落車，有人完成包裝，係喎，頭先話嗰個544。